呢一系列嘅創新應用將重塑家族辦公室嘅服務嘅模式，為客戶帶來前所未有嘅新嘅體驗。我要特別感謝創新奇志嘅徐輝總，將我哋引入阿里釘釘，實現三贏嘅局面。我哋將會聚焦於人工智能嘅大模型、智能數據嘅資產管理、協同平台嘅技術、大數據嘅分析，為家族辦公室嘅場景創造更新嘅應用嘅環境。港灣家族辦公室將依託呢個契機，構建數據嘅驅動、長遠嘅價值、智慧型嘅家族辦公室嘅管理嘅平台模式，進一步賦能高淨值嘅家庭、家族喺資產配置、風險管理及多代傳承嘅領域，全方位實現更高效、更持久嘅管理及發展。呢次嘅戰略合作另一大嘅特點係以香港為戰略嘅樞區，結合內地嘅科技力量及本地嘅金融嘅優勢，實現內聯外通，發揮協同嘅效應，協助內地嘅優秀企業出海走向國際化。通過三方嘅共同努力，將會為更多嘅中國企業離港發展，與本地嘅行業融合，走出一條合作共贏嘅道路。多謝大家。